大家嬲，好久不見，掃我貝塔娘。自從本可喜提因優化而加強後，一躍成為這條街的 Queen。上週也掃淺淺拿下矮樹一夜，不要太羨慕我級級。這邊一個眼神直接鎖定維克多小哥哥，進行一個艾的追逐。像這種底部模型是實心的，可以直接把蝴蝶拖到上面。淺淺捏蝴蝶騙一下走位。這邊郵差丟狗食物了，那麼一個短飛拿下一刀。這個段位騙飛輪數騙不到的，直接出刀讓他們交更穩妥。閃現收掉。這個節奏不算特別好，進行一個快的逼救。他手上還有護腕，所以這個蝴蝶不能交。直接逼救。最後一台才剛開始收，只有冰冰一人保不住的喎。也是順利吸入油脂小哥哥級級。這裏找一下傭兵小哥哥，順便為開門戰做一下準備。開兩台了，管不住了，直接掛傭兵打開門戰吧。開門戰前交掉飛輪，有點迷惑貝貝。留一下蝴蝶，直接追傭兵就可以路。想贏不能掛。這裏秒心理加透視到園丁基本宣告這局的勝利了。假裝掛一下。這個距離暫盾沒用任何用處，你先站我踩板。